NMN 係人體裡面一種關鍵嘅輔酶 NAD 加嘅直接代謝前體，補充 NMN 提高咗人體內嘅 NAD 加含量，能夠激活長壽蛋白，起到延緩衰老嘅效果。Gen 原屋獨家引入日本本土品牌 Wakai Ken 約一件 NMN， 係一款由日本生產研發團隊調製，配方更加適合亞洲人體質吸收的抗衰產品。其中每瓶 NMN 含量高達15000毫克，每粒含有250毫克的 NMN。另外，在補充 NAD 加前體的同時，需要適量補充一些甲基化物質，維持人體內的甲基化平衡。因此，配方中還特別添加咗甲基共體，包括葉酸、維生素 B6 等成分，幫助維持人體內嘅甲基化平衡，幫助實現抗衰效果。添加咗輔酶 Q10，具有抗衰老、抗疲勞、抗氧化、抗高血壓、保護心臟同皮膚等功效。仲有多種氨基酸如 L-苷氨酸、L 兩氨酸等，補充人體所需，並促進頭髮生長。品牌擁有30幾年嘅自有工廠，一直專注保健食品嘅科研同生產。工廠擁有 ISO 9001認證同 HACCP 認證，產品擁有 JFRL 成分檢測證明、含量檢測證明、產地來源證等，係值得信賴嘅保健食品，幫助你全面修護抗衰，恢復你的青春與活力。